欢迎收听文言良语，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所以，咱无送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胜过一天。咱这个至渐至轻的苦楚呢，要为咱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咱毋是顾念所看会到的，乃是顾念所看袂到的。因为所看会到是暂时的，所看袂到的是永远的。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4章16节到18节。神的旨意要成全，拢带有伊奇妙的作为，而且深奥难测。以赛亚先知讲：什么人捌测度耶和华的心，会做神的魔术来指教伊呢？伊甲什么人参详？什么人将公平的路来指示伊，又将智慧教训伊，将通达的道来指教伊呢？看啦，万百姓拢亲像水桶内面的水的一滴，又敢亲像天平顶面的微尘，伊举起将海倒来，敢若亲像极微细的物件。这就是神的智慧甲伊的能力。咱人算啥物呢？只不过是会朽坏肉体甲犯罪灵魂，但是神却借着十字架救恩救赎咱人类。神常常是借着撒旦魔鬼的歹心思的作为，互神的旨意来达到成功。当撒旦工作完毕的时阵呢，是神旨意成功的时阵咯。所以撒旦无论怎样呢，也袂当阻挡着神旨意的成全。像讲约瑟被卖去互罗家，上知影讲这正是要应验了神启示伊的梦。耶路撒冷大遭有逼迫的时阵呢，这个基督徒四散，正成全了神传福音的计划。主耶稣互人钉十字架顶，撒旦魔鬼呢，抓做讲已经成功了。上知影讲主耶稣基督大声伫十字架顶呼喊讲成了，而且伫十字架顶完成了救恩。这是神测袂透的智慧。今日神也照样伫基督徒的身上来成全伊的计划，是咱暂时袂当明白的。敢若像讲有人伫年轻少年的时阵，就一直咧破病。这个病呢，互伊感觉讲一切拢无前途，一切拢完了。家己也感觉讲已经绝望了。除了主以外呢，一切所有的，敢若亲像都要对伊的身上来消失、来失落去啦。但是伊却知影讲，伫耶稣基督内面，真紧伫灵性上来长进。后来呢，伊的病煞怎佫好去了？伊就真做神的见证人。所以人的尽头，就是神的起头，是毋是？人愿意去接受到耶稣基督救恩，来领受到伊的恩典。如果有真侪人真善良孤单，心中痛苦，就到主耶稣面头前来寻求安慰。等伊心中满足享受了主的慈爱了后呢，伊就无搁再孤单咯，反倒来成做神安慰的使者，去安慰一切遭无患难的人。所以有人经历患难，遭有危险，就到神的面头前祈祷来加添气力。伊满有神的能力了后呢，神就将更较大、更较重大的事呢来派伊管理。有真侪袂当明白的代志，有真侪无合理想的代志，有真侪互咱受痛苦的代志临到咱的时阵，伫生事无错误了后，更加会当靠主放心大胆来顺从等候，等待时阵的满足，代志成功了，而且是灵魂得救的成功。世间上肉体并看会到这一切拢是短暂的，独独灵魂活命承受永生荣耀，
才是永远的。亲爱的朋友，只要你肯，主耶稣基督要赐你这种的平安，甲荣耀予你。所以，咱无送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胜过一天。咱这个至渐至轻的苦楚呢，要为咱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咱毋是顾念所看会到的，咱是顾念所看袂到的。因为所看会到是暂时的，所看袂到的是永远的。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4章16节到18节。以上文言良语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，感谢你收听。